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的妈祖卖讲牵红线哦。有一对男女朋友，去年对着妈祖进香，熟悉恋爱，但是女方伫咧外国咧做工课，婚事一直来延前。今年两个人继续对着妈祖来进香，就互相来约束。若是进香的过程有经过户政事务所，就直接入去登记结婚。妈祖真灵感，袂输是知影同款，中昼竟然就伫咧户政事务所边仔的汽车收配厂来休困，所以两个人顺利登记结婚。另外，有一个男生单身7年，去年进香熟悉女朋友，后个月两个人嘛要结婚了。两个人穿运动衫，伫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无啊，欢喜伫咧户政事务所头前翕相，因为因伫咧520这天结婚。没有说要走到哪个地方啦，就走到户政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刚好妈祖就差不多带我们过去，然后就刚好在5。本来想说，如果妈祖不休息的话，我们也不登记。两个人去年因为白沙屯妈祖进香交往熟悉，不过女方的户口伫咧德国，嘛伫咧德国做工课，婚事才一直前。今年520这天对妈祖进香，临时想到决定伫咧进香的过程，若是有经过户政事务所，就办理登记。想到妈祖真正停伫咧离5车户政事务所，到500公尺远的一间汽车修理厂，两个人决定行过登记。他们有说，因为他们是妈祖的信徒，所以说可能妈祖就指引他们过来这边办。有妈祖杀做对的，佮有伊伫咧进香翕红晒背影。强小姐讲，当初熟悉红晒，嘛是因为白沙屯妈祖。然后就有一位朋友啊，就是初步进香的过程，他就拍了很多背上有背看板的。罗先生去年对白沙屯妈祖进香，卡车片拍一块大看板，顶面写独身找女朋友，佮佮联络电话，希望当伫咧进香找到爱情啊，想靠真正可以拄到。我们认识的那一年，他是准备要单身第8年了。自己的话也是单身好一阵子了，但也没有想到说会这么合得来，这么来电。两人因为进香结缘，决定后个月结婚。新娘衫嘛拢已经翕好啊。为了感谢妈祖，今年嘛特别来到现场发结缘品。妈祖进香，伫个路的妈祖外下老人牵红线，互信徒感觉真幸福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